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的这些八布施的部分，接下来还有第三无畏施那么这个是我们3种布施当中的第3个布施无畏施。对于无有救护者的众生，做他们的救护者；唯有护主者，做其护主；无有亲友者，做亲友等等。尤其是世尊曾宣说，一切有为善法中，救护有情之生命，功德利益最大。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就经常都是做放生嘛，放生的功德是最重要的、最为殊胜的，这就是无畏施里面。那当然平常呢，就是有需要救护者的，没有救护的情况下，我们就作为他的救护者。需要依靠的人，就是没有他依靠的对境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依靠者，这些都是布施。布施当中来说的最伟大、最殊胜的布施。因此，那些具有权势之人，因下令禁止渔猎，也可救护某些被带到屠宰场即将被宰杀的羊，以及濒危死亡的鱼、虫鱼等。虫什么？虫蝇等，在实际行动中，以千方百计，尽力疗愈众生。那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就是也是一样的。像比如说比较有权势的人，像比如说一个地方呢，都是有比较有权力的一个人，像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统比较有权力嘛，他就说那么他在怎么说呢？他的国土里面呢，不能捕杀任何野生动物，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下令的情况下，那就是救了多少的野生动物那么就是完全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功德嘛，对不对？对。那么那种就是无畏施。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今天如果是救一个小小的生命，也是非常殊胜的功德，而且都是无畏施。而且这个来说呢，就是给他的一个生命，就像比如我们今天去从鱼贩的手中买下来一条鱼，放起这个大海里面或者是水中的话，把他的生命从这个鱼贩是吧？鱼贩的手中买下来了，那我们就放过去的时候呢，本身呢就是鱼的生命是鱼他自己的，是吧？应该可以这样讲吧。但是他落在这个鱼贩的手中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的，是鱼贩的。那么我们把鱼贩的手上呢，就是把这个鱼买下来放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把他自己的生命就是换给他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布施。所以我们在无畏施当中呢，就是这里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经常要做放生。做放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前面的法布施来搭配做放生。我们的前面的财布施也是以法布施的搭配，那就3个布施其实都是法布施，又是财布施，又是无畏施嘛，对不对？对。而且是无畏施也是可以变成法布施跟无畏施，财布施也变成财布施跟无畏那个法布施，对不对？对。所以这个财布施也好，无畏施也好，基础跟根本不能没有的。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起心动念。有了菩提心的起心动念，我们今天做无畏施也好，今天做财布施也好，无论是大的小的，都是变成我们能够可以成佛的质量。
而且是变得最重要、最殊胜的8布施，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这3种布施里面，无畏施是最伟大的，给人家一个生命，给人家一个依靠，给人家一个祝福跟帮助是非常殊胜。但是我们如果这也是可以变成时间法的功德，以及怎么说呢，那个出时间法的功德，这2项当中来说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学习过佛法的一个众生来说的，这必须得要成为出时间法的利益。出时间法的利益是什么呢？我们直接能够可以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真正的要能成佛的质量，成为这样的一个功德，才是我们必须得要尽心的，而且是要努力的一个目标不能成为是时间的一个功德。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大官，他今天可以救一个人，比如说本身会杀死的一个人，会怎么说呢？会杀掉的一个人，他在没有到刑场之前，他可以救回来的话，他就是为了一个人情世故，或者是只是一个时间的慈悲，他没有学佛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呢，就是没有这种三殊胜的事情，也没有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那只是会变成一个时间的功德。当然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功德，救了一个人的命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一个时间的功德那么时间的功德是有路的功德，它就是会消失的我们没有回向圆满的，就是回向的任何一个功德都是会消失的因贪嗔痴随时随地都会消失的，所以就是有路的功德会漏掉的功德。那么在我们今天如果是有三殊胜的这个事质的任何一个功德，都变成能够可以达到出实践的利益的功德，所以这个是无路的功德，所以永远不会消失的，都会变成真正的成佛的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些对我们有什么要起什么帮助跟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得要做到做任何的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任何的财布施也好，无畏施也好，都必须得要达到三殊胜的这个事质。那么就是要有发菩提心，而且是要做圆满的回向，那我们就变成了最完整最圆满的功德。上述布施也是密宗三密也界中最主要的部分，如受持5部利于续云，保护三昧也恒行4布施。2持戒度。那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怎么说呢，进入持戒的方面，对不对？对。那我们就是以上呢就是圆满了讲述这个布施的部分。然后布施的功德是有不可思议的。那么在布施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利益是什么呢？断除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执着哪种执着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嘛，对不对？83000多种的这个执着当中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但是最主要呢，布施是断除我们吝啬的这个执着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对治力，所以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没有断除吝啬的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什么样子的不好的结果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一个人今生呢就是非常吝啬的情况下，那么下一世有可能他会变成恶鬼。那么如果是在恶鬼的话，那恶鬼的痛苦呢就根本就不用讲，长达在几个那个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当中，都是一个恶鬼的寿命。那么
整个的一生当中都是不断的在痛苦。那么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变成好几次的恶鬼的，这种也是有。那么在恶鬼的最后也是会要下地狱的。那么恶鬼的方面，前面我们讲过一些嘛，解释过嘛，所以今天不用讲特别多。那如果是我们就是要断除吝啬的情况下，没有成佛之前，也是会成为人身，而且也是会出生在富有的地方，而且是富有的家庭。然后从小到大，有些人从小到大都是在不缺什么金钱方面，没有任何困难的这些，那就是有过去布施的功德，有这些的福报。那么加上能够可以有佛法的一个这样的环境，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布施是达到那个法布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功德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有佛法的地方，而且也是可以修持佛法的这个善的家庭里面就是投胎，而且同时呢就是在各个方面的布施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功德。如果都是没有在那个断除吝啬的情况下呢，就是得不到这些功德。所以布施它的这个功德的主要的就是缘由原因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做任何供养跟布施的时候，首先必须得要知道它的最终的利益是什么呢？断除我的内心的执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一件东西布施给他，那你就是放下了这个东西，你已经从内心里面放弃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的执着，所以你从你的执着，如果是就有多少的一个额度，那你就做一次布施的时候，把这个执着要降低，这样才是对的。不然说你就是做了布施的次数1次、2次、3次、4次、100次、10000次、1000次、10000次，或者10万次，或者100万次、1000万次，你的执着越来越大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用。你每做一次布施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执着要减少，学习放下。放下本身就是一个自在嘛，放下的功德是自在，自在才是最要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真正的一种见解啊。我们能够可以真正的享受一种轻松的一个感觉到，就要放下，才是会获得自在。自在才给我们真正的一个怎么说呢，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一种快乐。这个呢，我们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目标。那如果我们没有放下执着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有100万，你就想哎呀，我就是拿1万布施出去的话，还剩99万的话，那还好吧，就是要看对方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等等。但是一直想那个99万再也不要去动，再也不要去动。那我就是想放出去的这个刚刚就是放下的这个1万，那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把它再补回来，把它变成100，一直这样去想的话，你的布施的功德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对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功德对你自己内心的去除你的执着方面呢，你的1万就没有达到相对的这个价值。对他人的帮助，那当然就是有的，这两个不一样的。那对他人的帮助他得到了帮助，他就得到了欢喜，这个方面来说的，那就会有一些的功德，但是比较少的功德。最大的功德那是你从内心里面放下这1万元的执着，这就是最大的功德，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
一个南极万龙这个也，日本左邻右康这个也。